學校唔係屬於一個人，學校係屬於大家嘅。呢度唔係一個地方，亦都唔係一座建築物，係由好多人一齊辛苦建立而成嘅地方，係屬於你哋嘅家。所以我好想你哋喺呢個家裏邊，每個人都能夠發光發亮，揾到屬於你哋自己嘅光芒。我想講一講大概啱啱嗰個情況啊，即係我見到嘅情況，或者你哋嗰啲出現嗰啲情況啦。幾多張啊？歡迎大家嚟臨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25週年校慶，匯聚營兩銀禧綜藝匯演。我哋係今晚綜藝匯演嘅司儀，我係1A 班莊喜愛，我係1C 班梁仲恩，我係3D 班陳俊廷，我係4C 班江俊怡，我係5C 班蕭海來。I'm Afina from 5C， 我是5D 班的曾日曦。大家好，我係2015年畢業嘅校友龍志恒。大家好，我係馬順婷主任。首先，我代表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，我哋都係簡稱馬循，向每一位嚟臨今晚匯聚營亮銀禧綜藝匯演嘅在座各位，致以衷心嘅感謝。接下來，我哋用最熱烈嘅掌聲，鼓勵一眾嘅師生，祝願今晚嘅匯演圓滿成功，祝願在座各位身心康泰，語音常佳。多謝大家。
刘盼熙先生接下来的表演，他會帶領同學們發揮創意，凝聚速度。我哋一齊進入迎若傳承，一同見證閃耀嘅光環。而家我邀請大家一齊數3聲，大家準備好未啊？準備好啦！大家一齊數1、2、3，掌聲歡迎花式跳食隊。
我真係唔知可以點做㗎。尋寶的心直撲撲，險中必發現財心同行，遠征他方也有信心，我幫你繼續前行。咦，喂，咁嘅你咧？佢哋呢個先係真正嘅大風王啊！雕蟲小技，你退下。係。行啊魔法，永恆下。天色陰沉，天色陰沉啊！烏煙飄浮，烏煙飄浮啊！天色昏沉，天色昏沉啊！我好想你哋每一個人能夠喺呢度繼續發光。不過你哋要記住，除咗你哋有發光之外，你哋要更加將呢個光繼續承傳落去，因為黑暗佢哋都會捲土重來㗎。相信自己，相信大家。好啦，咁多位，我哋準備翻去啦。光明魔法會再贏啦！祝福下場，再創輝煌。我哋嘅路上大地球，迎亮愛。歡呼同慶賀璀璨光輝，最戰役全無此刻應身，遙望天邊星際每點光，彼此團結力高唱這曲，熾熱我心穩千百遍。神恩典足夠應萬年，神恩典足夠再共勉。好，感謝佢哋上邊影，佢哋上邊影 ，OK 啊，放心。好，多謝晒咁多位。嚟到呢一刻，我哋嘅晚會圓滿結束，再次多謝大家嘅嚟臨，拜拜。喺非洲，每60秒就有1分鐘過去。嚇！我又唔係超人，又唔係要做英雄。係我頂你唔順啊！幾廿歲人都驚，都唔知你牛高馬大驚乜鬼？啊！我幾時話我驚啊？幫下忙啦，係唔幫？記你優點啦。唔幫。好啦，翻嚟我酌情考慮下處理你個缺點啦。嗱，你話㗎，唔好反口啊！大家聽住晒㗎。